则像有病。哎，尤兄，我不是尤兄，我是君兄。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陈丽君。想看真正的陆游与唐婉，1月27号晚上，杭州剧院7点半，由蔡志飞老师和张艺兴老师主演的《陆游与唐婉》，机不可失，不要错过。我也要看，我也要看，姐姐带我飞。走。跟年轻人从小的手眼身法步的训练和声音上的塑造，就是往舞台上的男性去靠的。比方说，戏曲里面的花旦是这么做的，但是我们小生呢就是这样做的。那我们浙大越剧社呢，也是有每周1次的声训课的，邀请的是你们浙江小百花的老师过去培训，然后我也学过一点点的小基础。那我今天可以稍微展示一下，让你给我指导一下。好的，可以。这是有个云手，哎，是这样子吗？你是不是就是上课偷懒了？哎，我可能上课次数比较少。那你给我示范一个标准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好的，那我快速的给你示范一下，因为可能演出嘛。这个手和掌你刚才就不对哦，所以它是应该是这样的，这样把层。哎，你这刚刚那2下就特别有精神儿，就跟你在台下的那个状态完全不一样，就很有范儿。哎，说到这个，就是女性来扮女小生，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，就是化妆。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化妆师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化妆师。说起这个化妆师，说起这个化妆师呢，就是他是小有来头的，是中国美术学院毕业的，然后是兰陵老师的学生。哦。因为他特别喜欢戏曲，喜欢越剧，所以他来到了我们浙江小百花越剧。啊，这就是我们的化妆间。对。这是晚上扮演唐婉的张艺兴老师。张老师你好，张老师你好。这个就是化妆师杨孙硕。杨老师你好。哎，那杨老师，你现在进行的步骤是到哪一步了呢？我现在刚刚正好给张艺兴老师做收尾动作，稍微再给他腮红，稍微再补一下就差不多了。这个妆面基本完成了。蔡志伟老师他已经包好水纱，他已经进去穿衣服去了。这就是我们越剧花旦的妆容，是不是？就是越剧花旦妆容有什么特点呢？其实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剧种有关系吧，因为我们的越剧在江南，所以说我们妆面也会跟江南气息一样，特别的柔美，我觉得特别淡雅。对，尤其是我们戏曲本身就极具古典美，所以说我们兰陵老师在设计这一整个唐婉造型的时候，你看她的眉眼，包括发饰，整个都像从仕女画走出来一样的，特别唯美秀气。对，那梁老师，你要不给我们玉洁再讲解一下小生的？其实我们越剧小生、女小生、昆生吧，应该是我觉得是很有魅力。但是呢，我们画越剧女小生妆面时，我们就要去找男性特征，毕竟是由女子来饰演男性，所以男性的轮廓就像你一样，就是男性的轮廓肯定会比较硬朗，对不对？可以整个肌肉结构更加立体一点，所以我会把男性的特征、五官的特征去嫁接到女小生脸上去，这样我觉得才会有魅力嘛，有男性英气。这就跟绘画的素描是不是一个原理？对，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我们，因为你也学过建筑嘛，对不对？对。这就是我们绘画。其实化妆，我觉得化妆的这个画字，其实就是绘画的画。其实我们手上的化妆品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画笔。然后这些眼影色彩就是我们的颜料盘嘛。对，其实就是都相互相成的。对，其实就在画画，其实就在人的脸上画画。哎，我看到这些化妆品啊，好像种类非常的繁多。哎，丽君，你能说得上来这些分别是什么吗？那当然，哪一样我不知道，我都能说出来。哎，那我们的戏曲的化妆品跟那个日常的化妆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其实我这边正好有一盒生活中日常化妆品。哎，你看，这是不是你们平时生活中用的？是的，大地色。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对啊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对啊，你看生活中的化妆品色彩就整个会比较接近肤色，比较很自然一点，灰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戏曲的化妆品色彩就很鲜艳，它不管是饱和度还是纯度，特别的鲜亮。特别就比生活妆要浓烈很多很多。是的，这为什么这样子啊？因为我们戏曲本身演员表演是在舞台上的，与观众有一个很大的远距离，又在很强的面光，所以我们的妆面色彩都会变得更加的
厚重一些，更加艳丽一点，画的更加立体一些。哦，对，这就跟生活中最大的一个区别。是的。我刚刚真的很想直播带货。哎呦，对我看到你的这些化妆品啊，我就觉得你就是越剧界的李佳琦。没有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他带货太厉害了？考虑过在工作之余去网上直播美妆带货呢？哦，其实很多人就是想叫我这么去做，然后那下次给我们彩团厂再商量一下，能不能出个小百花版那种色彩这种戏剧妆化妆品？有道理。对，但是我还是平时会把更多的时间，还是就是放在专业业余时间，还会去研究妆面，研究专注于自己研究人物造型。我想把更多时间还是要自己，就是有的时候孤独一点，走那边去研究戏剧妆面，对，多去学习研究一点。对，那些带播我不是很。所以这也是你的爱好是吧？这是我的爱好，所以就是把爱好当做工作的特别的幸福，尤其在我们小百花，尤其现在小百花真的是我觉得太幸福了，很幸福。然后作为我们年轻一代的就戏曲舞美人、化妆人，能够去从蓝老师手中去接过那支化妆笔，继续为我们的小百花的《陆游唐婉》这个戏继续在化妆，是不是觉得特别幸福？是的，我觉得特别幸福。我觉得能够把自己的爱好作为自己的工作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。所以我觉得现在青年戏曲，我们年轻的戏曲人身上一定要有这样的担当吧，因还就是一定要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。哎，玉姐，你可以你不是建筑那个设计师吗？你可以造一个沈园，然后在里面冲戏，这样你就把事业和爱好都结合在了一起。因为我最近呢正在做一个建筑设计的课程设计，然后我选择的主题就是做一个现代的沉浸式观演空间。那这个观演空间呢，就是为我们这种传统戏曲空间去表演去服务的。所以说我就是通过这张小百花的《陆游与唐婉》的舞美设计啊，然后从中获取了一些灵感，然后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？这只是现在还在一个方案阶段。完成是对，一定要叫我们小百花直播我们的去玩看看好。可以。设计图。哎，我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假发是吗？那是？不，其实刚才也是了，就是它是假发，这是头套呀。对，其实就是对。刚才不是张老师在吗？其实有一个头套已经戴在他头上了。所以说这个头套就是专为这个人物设计的。对，因为那个唐婉他有的戏在3年前、3年之后，因为舞台上没有那么长时间给你时间去重新梳一个造型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会备用2个头套。当然，这种头套蓝老师梳完之后，一定是要根据这个剧这个人物来进行造型设计的。对，这个头套一看就是陆游唐婉头套。是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头套一看就是陆游唐婉头套。而且我听说这个木墩墩好像是不是很多年代了？这个木头头模这头架真的历史非常悠久了。对，比你大，反正比我年龄还要大。大概一个小百花成立多少年，它就有多少年。对，所以我们比他还年轻呢。哎，其实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，蔡老师已经出去准备了。其实我们小生的话还是有一个包头的。就是水纱网巾。包头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们的小生生角勒头吧。小生的生角勒头包水纱，应该是我们传统戏曲里面生角一个扮相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对，它叫水纱嘛。你刚说的水纱，我让你摸摸看，这个你手摸摸看。哎，它还真的是湿的，好像是不是很潮湿？是的。那顾名思义叫水纱嘛，它必须得，它是真丝做的，所以它干的时候就特别硬，然后必须在包的时候进行水打湿，才会变软，这样才能包在头上的时候特别服帖。那我就包水纱就是有2个作用嘛，一个就是修饰脸型，还有一个就是让所有的你的脸型人物变得更加的英气帅气。对，反正我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马上我时间差不多了，演出应该开始，马上开始了。对，那我们就先去准备吧。好的，我先去忙了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再见。